美食大饼肚今仔日来饼油葱饼，苗栗后人使用的粉葱，若宜兰三星乡使用因在地三星葱，倒一位较好食咧？真歹饼出输赢。烂火面切啊，甲油油片，将切好的三星葱啊，每一枚加放落去，慢慢再加包起来，收落来放落去煎。煎啊，切了后，甲捏起来，太小只，加落去，会使听到咔咔叫的声。比较鲜甜，比较好吃，又很新鲜，比较能够享受到葱的那个鲜甜跟香气。这对翁某专工为台北去宜兰食三星的葱仔饼，果然无失望。最主要是要人去食葱啊，或许食米皮啊，所以吼，咱就是安尼葱啊包在内底安尼，所以葱啊包较济啊。那这个20年老大用料真济，这担嘛真大方。十块饼用1斤葱啊，过使变化口味。长期以来一直吃葱的就没什么那个变化，对呀、所以我们有3种口味的。要业者互人客去烤葱啊。宜兰三星的葱仔饼真出名，不过嘛毋是无对手。苗栗的葱仔饼是用在地葱啊，这个就是在地的后龙葱，你看它非常的清脆漂亮。粉葱较咸，有人就是爱这味。咬起来很有层次感，然后撒胡椒也就对我来说很对味。10几年都吃到现在呢。苗栗的葱仔饼是粉葱切好了，甲面切烂做伙，经过变了，才落鼎落去煎。煎啊切了，蛋去菜板顶。抛扁，可是我们没有掉下去过。秘书甲你咧表演特技。可以把里面的空气打出来。哦。好，所以我们的饼呢，湿气就会减少。想要呈现面粉的这个香味，好，那吃起来有奶香味。苗栗的葱仔饼重原味，葱仔甲面切烂做伙变做面皮，煎好了切做三角形。那宜兰的葱仔饼是将因三星葱仔特有香气完全的发挥，好人去食到够开，面皮唔是主角。在这样中间爱喜欢在地物件，太好食了。吃下去有那嚼劲，有蓬松感，煎的火候够，好吃。宜兰苗栗的葱仔饼做法无同款，主打口味口感嘛无相像，拢有4种人客，真正若要比，足歹分冠军。